若不是神，今天你看不到他，因为他本来跟迦南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把他跟我们连在一起，不是联姻哦，不是那个连亲哦，是怎样真实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我们一份子，成为一家人，好吗？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要来见证上帝爱的佩杰，请。好，大家平安。好，刚刚唱歌唱得有点大声，所以有点哑哑的。好，那就是在讲我见证之前，我先问大家什么是苦难？对，什么是苦难？好，那苦难是每天被课业追着跑吗？就是好啦，好烦哦！我明天要考试，可是我书还没看。国三、高三3不5时，一小考一大考，有时再给你来个段考、模拟考，然后打击自己的信心，然后甚至就是补习不到自己不知道在补什么的时候。而且就以我之前高中我念新兴，对，就以新兴来说呢，高三的生活就是每天到了7点9点才能回家，星期要带别人在外面爬走，带别人在外面逛。对，那再来呢，什么是苦难？我就是以单亲家庭隔代教养，或者是家里经常鸡犬不宁，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又或说从小就是一个钥匙儿童，做什么都要靠自己，使自己被迫要长大成熟，然后家人在说你好懂事、好贴心，我都不会为你担心。在收到这些话语的捆绑的时候，好，也因此开始报喜不报忧，直到哪一天才爆发出来说你都不懂啦，你根本不懂我。好，再来是人际关系不好，我不懂为什么我在学校会受到排挤，我也不懂，知道我而已呀。为什么我都交不到好朋友？为什么我人缘这么差？为什么我每次分组的时候都没人要跟我同组？我到底哪里做不好，让你们那么讨厌我？我到底不管做了什么，我都不知，就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会做好多让你们不喜悦的事，可是我觉得并没什么。再来，他没有嘞。再来就是失恋，我只能说，好，失恋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因为你曾经爱过，所以你才会痛。可是当你伤口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当你伤口没有处理好，你可能痛一阵子，可是如果你处理不好，你可能要痛一辈子。尤其是当你内心还有伤的时候，绝对不能去用感情来去抵付。虽然一开始你以为你的伤口好了，可是其实它已经结痂了。可是当你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交往了，然后我才发现说，热恋期过了，我们现在进入了磨合期，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以前的旧伤已经开始在发炎了，甚至比以前还要痛。对，好，那再来就是我现在没办法按，怎么办？好，再来就是与你最亲近的人就是与你最亲近的人他过世了，或者是他家人，就他与你最亲的人过世了，或者是与你最好的朋友过世了，与你最亲知道为什么而过世了。好，那再来，可是综合以上，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出生在一个不圆满的家庭，我家里每天都像是个不定时炸弹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也因此我不喜欢待在家里，每到假日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周间如果父母都外出的话，我就会去找我的爷爷奶奶，然后在家里就是在那里等我的家人来接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与我最亲近的阿姨因为患有忧郁症而想不开自杀。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父母离婚，然后我就搬过去跟我外公外婆一起住到现在。也因此我就转学，可一开始我不适应环境，偏见的导师连中午不吃学校的便当都会被问话。我觉得考到不知道在考什么。
对，可是讲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都会想，就是我的上帝一直都活在我的生活中。当我阿姨患了忧郁症的时候，外公外婆马上意识到是灵的问题，也因此我开始，就是我们家也开始找教会，这也使得我开始有教会的生活，在这里受了小儿洗礼，家人教会从此成了我第4个家。国中毕业之后，我开始从教会边缘人慢慢的参与一些特会以及营会，并有了固定的服事，也开始渴望16岁受坚信里成为主的器皿。那么在课业上呢，就是我的课业，就神一直在课业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从高中开始，我不曾为我课业担忧，也这样也是这样，就一路到了大学。大学可以说是我改变及成长当中最多的时期，也就是现在。神透过感情以及某些的活动和营会，让我去开始认识真正的自己，也愿意诚实去面对真正的自己。以前我以为只要不去看、不去碰那个伤口，持续的压抑自己，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一定会痊愈。但神一再一再的告诉我，如果你不去面对你的伤，它就会像干一样，直到事态严重了才会感受到痛，然后此时你就发现原来你已经绝症了。对，但是在感情上呢，我觉得在感情上，我身为一般的小女生，当然多多少少也会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爱情，但要知道人是不完美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也因为这样我们不完美，但也因为在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才独一无二。我也一直相信一定会有个神所配合的伴侣在，直到几个月前，我的感情上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结果，叫分手。我觉得一开始我无法接受，我甚至问过上帝，如果不是他，那为什么当初我们在交往前的时候，我们很认真的祷告了3个月，然后最后我们在一起。我真的觉得失恋很痛，但失恋很痛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曾经爱过，所以才会痛，也因为曾经爱过，所以分开之后难免会失去理智。但要知道，神从没有离弃任何一个人。在世上有很多事情是必然而不是偶然，一定有一个神所配合的伴侣存在，但遇到那个人之前，难免会遇到一些必然遇到的人。当然这些人也是为了要让你成长。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就是神他一直陪我，就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我，然后也一直也陪我一起成长，一起面对，一起接受，并且一起走出我的情伤，一起想到自己的未来方向。就在这个时刻，我决定在这个时刻出现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决定去念研究所，我决定去推甄研究所。但是要推研究所之前呢，难免就是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要我推研究所没错，但是呢我无法毕业。无法毕业原因是因为我多益门槛我的多益还没过我的毕业门槛。在这个时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毕业，然后可是我又决定我要去念研究所，而且我要念研究所，我的备审资料我其实只剩1个月的时间，就只剩1个月的时间，我可以准备我的备审资料。我报考，然后，所以在这时刻，我报了2次都没有考过的多益，在多益的考场上，我甚至找不到我的身份证。然后，因为其实以多益来说，你要进考场，你要让你的成绩可以算分，那你一定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或者是你的护照，你才能进去考场，不然你的多益成绩是不算分的。那其实在这时刻，我突然找到我身份证，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时刻。就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跟上帝祷告说，我一直跟上帝祷告，我跟神说，你不是答应，就是你当初不是告诉我说我要去推研究所，可是为什么我现在我要推研究所了，然后我没办法，我像多益没办法过，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毕业，那我怎么去考研究所？那我就一直跟神祷告，
神也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在我准备要面临曾经不列入分数的情况下，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找到了我的身份证。我就这样抱着感恩且平安的心去考试，成绩单下来后，我大大的感谢神，因为我一直考不过的毕业门槛，我这次终于过了。那在这段期间当中，当然就是圣经上也有说，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当我决定念研究所之后，我重新审视我的求学过程，我才发现，我从高中开始，我的校园生活，不论是班导或者是学校的背景，都跟基督徒有关。像我高中我遇到班导就是个基督徒，像我现在大学我念自己基督学院，那一开始我想说自己基督学院应该跟基督教没什么关系，但没想到我去翻了他们的校史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基督学院一开始它是一群基督徒的董事长建立起来的学校，并且这间学校就是有一个团契，而且这团契还是学校社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恩典，因为其实当你去了别的学校之后，你才发现原来当你的团契是个学校社团的时候，其实很不一样。那再来就是也因此我决定了只报中原的资工所跟辅大的资工所。那此时呢，我身边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很多很多的小天使给我资源及支援。对，就是就会很多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师长们就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想法或意见。那他们也寄给就也有好多也有朋友们寄给我备审资料的范本。那也帮我当然也有好朋友们帮我买了简章，然后也有一些人他帮我修改了备审资料上的罪字跟罪词。那当我要去交备审资料的时候，他们还招待我去逛校园，甚至连我备审资料交到哪里，然后以及面试的地点在哪栋大楼都帮我查好了。我觉得面试，其实我一开始当我缴完备审资料之后，其实隔了不到2个礼拜，我就要去面试了。而且我面试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完美。我在毕业专题前一周面试，而且其实对一个专题还没做完的大四生来说，压力还蛮大的。就是你专题还没做完，可是你要去面试了，而且面试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问题叫做你的专题报告。我还没做完，我怎么报告我的专题报告？那再来而且我其实，在面试当中，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前一个面试的学生一直在展现他的英文能力，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英文能力真的没有很好。那当然轮到我的时候，我也被评审老师们打击了自己的信心，而且甚至因为太紧张，他们连问我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之基本的常识我都答不出来，看起来好像完蛋了，搞砸了，但我的内心却意外的平安。我甚至开始思考，如果我2间都上了，我到底该去哪里？可是上星期4的时候，我忙于我的专题毕业专题展，刚好那一天是中原放榜的当天。此时呢，资工所它正取18，我刚好正取第18位。将掌声给荣耀给神。而现在的我正在等着福大的放榜。我觉得未来不管去哪间学校，我相信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世上有些事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苦难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当中一定都有，重点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苦难。我觉得在苦难中应当学习的是如何感恩。透过感恩，你会看到自己所有的，而不是看自己所没有的。当自己把所有的
人事时地物一一的写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有多么多么的幸福。好，将这张掌声归荣耀给神。感谢我们的神啊！真的，在我们的苦难中，他依然早就已经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的苦难中，你也在我们的每一个祝福中。因为主耶稣，你祝福我们，你爱我们，原来是你的本意。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渴望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时刻。主耶稣，你要我们来亲近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在待降节的时候，在外面是天黑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阶段，可能也是黑暗期。但是主，你早就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胎之前，主你已经选召我们，选召我们是成为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也求神你保守我们以下来认识你的时间。